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撒母耳上卷第4章第1节到22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9节。今日的主题是终局。台湾人真爱滚耍笑，就是讲每一个行业拢应该有一个主题曲。咱咧讲即个创意社，也是讲咧卖棺材，应该逐工拢播送即个总有一日等着你一首歌吼。虽然这是一个滚耍笑，而且无介礼貌的一种的讲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嘛讲出一部分的真理。就是讲人拢有死亡的时间，人总是爱行这条路啦吼。这条路是终末，是面对死亡，是末世，是不归路，或者是讲末路。无论怎样的讲法，这条路是人生必须爱行的终末的一个终局吼。人生的终局到底是怎样？也阁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棺柴砍落来了，就论定啊啦吼”。圣经的角度却是上帝的判断，因此咱伫还未进入伫终局的进程，就必须爱真谨慎咱的言行，必须爱活出水的见证，亲像耶稣的小弟雅各所写的批信。提醒教会的兄弟，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活出见证是非常重要，是将来上帝要甲咱的一生做论定的一个参考。咱也有讲到这个约柜的宝藏。今日的经文，咱就看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来摕走的这个记载。虽然咱伫撒母耳下卷第6章的经文记载着，大卫王以及以色列人来迎接约柜倒转来伫这个圣城大卫的城内底。后来伫所罗门的时代建筑圣殿了后，佮将这个约柜搬入去伫圣殿内底。这是伫列王上卷第8章所记载的。但是事实上，约柜会被摕走，是因为以色列人道德的败坏，也离开上帝的道路。圣经甲咱讲，以色列人伫士师的时代，迄个时阵以色列人中间无有王，逐个人凊彩家己的意思去行。这个意思就是讲，当初时的领导者士师以利，也是讲，特别是伊2个囝，也是因为行为真正乱七八糟，违背道德以及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无欢喜。伫这种的环境下面，这种的情形的下面，以色列人因离开上帝，当然上帝的保守嘛离开因。对于圣经的角度来看，时常记载上帝予外族来攻打以色列人，就是讲伫这个战争的同时，以色列人因并无法度照家己的意思，也是讲因伫这个战争伫咧甲人相战的时，以色列人用家己的意思来代替上帝的旨意。你也看见今仔日的经文的记载，因家己随家己的意思，将约柜来扛到伫战场示罗的中间。其实因毋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也是讲透过这个士师
来得到上帝的指示，才来做这项代志。并且伫经文的记载，甲咱讲，甲约柜做伙来的两个人，是士师以利的两个囝。这两个囝伫圣经的记载，伫撒母耳上悬的记载内底，因这两个是充满着违背上帝的行为甲使命。因伫圣殿内底，甚至伫这个圣殿内底，拢按乌白乱来做。因得罪上帝，也无愿意听苦劝，甚至伊的老爸苦劝，因也拢拒绝听。撒母耳上悬第4章11节，咱看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囝对着这个战争的失败。因看见约柜去，互人提去，互非利士人提去。同时阵，这两个囝也伫战场被杀死。这是因的终局，这是因的终局。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以利的终局嘛是记载伫后面，嘛无真好势。当咱咧面对武汉肺炎的今仔日，基督徒怎样来看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讲，咱真有可能伫迄个到这的专门出嘴讲无实在话的政客，也是讲名嘴同款，对家己的意思来讲，对家己的意思来行咧。上帝透过疫情要甲咱讲啥？咱的现代基督徒的约柜伫倒位？教会是甚物货？礼拜是甚物货？是毋是咱对着上帝的带领，继续往前来行改变？或者是咱应该爱学习的对象是以利这个家庭吗？也是讲，咱所应该学习的对象是撒母耳听上帝的启示，学习基督顺探上帝的旨意，毋是坚持家己的意思来家己乱事行。这是需要上帝来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第1到22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7到19节。今天的主题是终局。台湾人喜欢开玩笑说，每个行业呢都应该要有个主题曲。那所谓的葬仪社或是卖棺材的，就应该有天天播放着，总有一天等到你。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玩笑的一个说法，而且不是很有礼貌的说法，但是呢，它基本上在另外一方面也描述出了一个真理的部分。那个部分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死，终究人会走向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终末，或是说面对死亡，或是说末世，或是说不归路，或是说末路。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这个都表明到这一条路是人生必经的终局。人生的终局是如何？台湾人有一句话说，盖棺论定。但就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盖棺论定其实是上帝的判断。因为我们在还没有进入终局之前，就必须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言行。
就必须活出美好的见证，正如同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所写的书信雅各书里面，他就提醒了教会的兄姐，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活出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生论定的一个参考。昨天我们谈到了约柜，我们说到了宝藏，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来来去去，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掳走。那虽然在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记载了大卫王以及以色列人迎回了约柜，并放置在大卫的城里。后来所罗门王建筑圣殿后，又将约柜移入了圣殿，这是在列王记上卷第8章所记载的。但事实上，约柜会被掳，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道德沦丧，他们的败坏，他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在士师记17章第6节的记载。就连当时候的领导者士师以利2个儿子也是行为乖张，他们违背了道德的标准和上帝的旨意。我们来想想看，像在以利当政的时代，这样的氛围之下，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上帝，上帝的保守当然也就离开了他们。圣经的角度记载，当时候上帝让外族来攻打以色列人，即便是在当时候他们战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仍然以自己的意思来代替上帝的旨意。他们将约柜抬到示罗的战场上，其实这个也是人自己的意思，他们并没有透过祭司或是透过士师去取得上帝的旨意来跟随上帝，并且根据的今天的圣经的记载，就是说跟约柜一同前去到这个示罗的战场的是2位背离上帝以利的2个儿子。这2位已经是有神人预言将遭受到奇祸的人，因为呢他们在圣殿里面胡作非为，因为呢他们得罪上帝，并且不愿意听他父亲的劝告。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第11节，我们也看到了以利2个儿子，他们随着约柜到了战场上面，他们随着战争的失败，约柜就被掳了。不但如此，他们2个也同时被杀了，这是他们的终局，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经文继续的记载，我们也看到以利他的终局也是不是那么的好。在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今日，基督徒如何看上帝的旨意？或是我们很可能如那一些专门出嘴巴说话不实在的政客名嘴一样呢？随自己的意思去说，然后去行呢？上帝透过疫情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的约柜在哪里？教会是什么？礼拜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否我们随着上帝的带领，愿意这样做，继续往前呢？我们到底应该要学习的对象是谁？是以利的家庭吗？
还是我们应该要学撒母耳，然后他能够听到上帝的启示？我们是不是要更积极的学习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而随己意去行？这个是有困难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